今日开始，今来关心风台。空中风台的暴风圈伫昨暗9点已经吸到咱台湾的陆地，风台是不加大粒，暴风圈冇得变大，对咱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拢有造成威胁，所以今仔日全国拢停班停课。当再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针对风台的动态详细的说明。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康瑞台风最接近台湾，并且会为我们带来强风豪雨，提醒大家一定要严加戒备。目前康瑞台风的中心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130公里的海面上。它今天上午的移动速度较为快速，所以说呢，预估在今天下午左右到中午左右到下午就会有可能登陆到台湾的花东这一带的陆地。那随着它的中心逐渐进入到陆地上之后呢，它也会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移动的速度虽然略微的减慢，但是预估在今天晚间左右就会逐渐的离开台湾陆地，而随着它离开陆地之后，逐渐的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早上8点就会位置落在马祖的近海。随着台风的逐渐的离开我们的陆地之后呢，大约会在明天的上午左右，整个暴风圈有机会脱离台湾的陆地，而到了明天的晚间，进一步的可能有机会脱离马祖的这个范围。到今天，随着台风它逐渐的接近到花东的沿海的陆地之后呢，在今天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都是明显以及持续的，而在北台湾这个地方呢，也是受到它环流所带来的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在降雨上面也是相当的明显。至于到了晚间之后，随着风场逐渐的变化，在台风的中心来到台湾的西边这边之后呢，转成比较西南风。那在宜花这边的雨势有机会略微的逐渐减缓起来，但是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先以南部嘉义以南的山区会出现这种比较偏向风场跟地形有直角的这种作用影响，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而至于到了周五的清晨，在整个中南部这一带可以看到平原区这边的降雨也是有比较增多的情形。